今晚我哋會寫下香港演唱會歷史新嘅一頁。細聲話你知啦，睇謝霆鋒演唱會唔好揸車，梗係買呢度行過去啦。嗱，上次就係睇完跑道區，今次睇翻個內城區12笪地，呢度最靚。點解？樓下地鐵、商場、海景，前面睇演唱會車都唔使揸，佢哋仲塞緊翻屋企嘅時候，你已經上到屋企啦。入翻嚟望望我聽，937尺3房一套，連埋工人房、揀廚房，再望埋呢邊餐桌區6人飯台，呢度洗手間乾濕分離，有2間房係同向嘅，望翻維港煙花海景。點解話啟德城最靚呢個盤啊？因為呢度望翻成個啟德內城區，仲要送埋一個露台俾你，呢個唔使多介紹啦。主人房維港全個景望晒，哇！衣帽間啊，喂，重點入嚟呢個廁所，佢係咁樣打斜，有原因㗎，因為俾你坐住浴缸望到煙花景，係什麼嘅概念？基本配套泳池、健身室梗係有啦。如果想知多啲，留言嗰度打34，到時俾多啲資料你，話你知。